来看早暗7点半左右，伫新北市有民众翕到一粒大粒的火球飞过天顶哦。日本的 Okinawa 等所在有民众嘛有看到 ，NHK 电视台嘛有报道。咱台湾南投罗林天文台人员是表示讲，这应该毋是流星，可能是人工卫星，还是火箭。日本济湾岛天文台是指出讲，这有可能是2022年中国发射的火箭部分的残骸。大粒火球搁拖正长的尾，伫暗暝空中飞过。早早暗时7点半，民众伫新北回龙 A 捷运站附近有看到这个景象，赶紧甲翕落来。正拄好的是，同一个时间，日本 Okinawa 原来有传出各地民众有看到火流星的画面，那看到的人真意外，就连 NHK 原来有报道。何これ？こっちね。何これ？爸爸。大粒火球划过天边，毋但台湾甲Okinawa民众看到，传出当伫空中精神的空中幻象战机飞行员，原来有看到佮回报。毋过到底是毋是天然的流星？看到这个景象的洛林天文台人员表示，伊飞的速度真慢，佮飞真低，判断是人造天体落落来。看那个天然的流星的那个速度会差很大，角度也会差很多。这2点去判定它就是人造的天体坠落，主要还是绕行地球的人造卫星或者是火箭的残骸，它的质量应该蛮大的。不过，因为早早暗时中国天舟6号货运飞船成功发射，外界是伫摇到底是毋是相关的残骸落落来。不过，张英钦是讲，经常发生的时阵，天舟6号还未发射，所以一旦确认毋是。根据日本济湾岛天文台判断，2022年中国发射的部分火箭，会伫早早暗时搁再进入大气层，有这个可能性。不过，若是讲要准确来判断是虾米人造天体落落来，都要开时间为轨道确认去摇。记者综合报道。